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弟兄姐妹也平安啊！我们都起立哈，我们互相打个招呼啊 ，OK。我们要全心来赞美，全心。等一下。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拍掌，全心颂赞，献上为祭司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壶挂绿，喜乐满溢，阿们。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从头来。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司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壶挂绿，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一人捧礼，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拍掌，这样颂赞荣耀归我们的神，真棒！祷告会以赞美为开始，哈利路亚，感谢主，何等恩典！一层层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灵
爱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要遇见你。求圣灵亲自来光照，医治必充满这地方。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心的眼睛，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见证中，真实看见你荣耀的作为。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请坐。弟兄姐妹们平安，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在神的恩典赐福当中，在今晚的祷告见证会，神要与我们同在，阿们吗？阿们。在今天的华二区见证祷告会之前呢，我要先有一个简短的信息分享。那我定的主题叫做新世代的见证。那为什么叫做新世代的见证？因为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见证的方式已经突破了过去种种的困难跟瓶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见证可以直接对人来说以外，透过一些电视媒体、网络，现在非常发达，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神的见证。但是无论是过去的时代，或是新世代，我们所要见证的都是同一位神。所以，我们这个时刻，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请。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以赛亚书43章10节。好，我们都是在见证同一位神，从过去到现在。那么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思考，基督徒的见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想我们过去，包含我们自己还有过去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很多场合，我们有听过非常多基督徒的见证。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要做的见证是要述说神的爱与作为。我们一起说一次好不好？述说神的爱与作为，就是要来荣耀神呐。好，我们做的见证不是要荣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所有的整个路程都是神在带领的。所以基督徒的见证是为了述说神的爱与作为，更重要的要因此见证来荣耀神，这样子要让人来听见神美妙的作为，让神得到荣耀。好，从历代的信徒我们所看到的见证，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具备有3种特质。第一个就是信心，基督徒的信心应该是坚定不偏移的。所以在这边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来见证神。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见证的时候你是不怎么有信心，垂头丧气，那么听到的人他可能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像很好的一个故事经历，也好像不能够来说明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所以第一个要具备有信心，对神坚定不偏移的一个信心。第二个，从历代的信徒我们也看到，他们有良善纯全的一个品格。从圣经上的人物，等一下我们也会来逐一来举例。有很多人他的品格他是正直的，他是端正的，他的所作所为就见证了神，看见
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正直、良善、纯全，就可以看见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品格是良善纯全的。第三个就是他是有行动的，并不是只是用嘴巴说而已，或者只是告诉人家要怎么做，但自己却裹足不前。这个行动呢，它是勤奋向前的，这也是反映出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勤奋。就像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阿们吗？行动是勤奋向前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往前，为了神福音的国度继续向前走。所以这三个信心、品格、行动，这是我们所看见历代信徒他们美好的见证。那么在新世代基督徒的5个好的见证，我把它归纳出来。第一个就是信心顺服的典范，我们要有信心来顺服神。第二个就是品格正直的展现，要端正，我们的行为端正，这样人看到我们就如同看到主耶稣一样。第三个，要有悔改心志的转变。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不断的求神来赦免我们，在神里面不断心意更新变化，得到神的祝福。第四个是我们要谦卑忠心的服侍。我想这是我们的牧者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我们是神谦卑的器皿，我们要成为神忠心的仆人，成为神忠心良善的好管家。所以服侍神、服侍人，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要继续这样子来做的。最后一个就是基督福音的传扬，这是主耶稣基督他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要继续来传扬神的福音，要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继续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5个来学习。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仍然要做见证。阿们吗？所以鼓励我们的信徒，我们都可以来做见证，不用担心说我说出来说的好不好？我相信神他要开启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借由神的话语，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作为，来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得到感动，让他们因为你的美好见证来认识神。所以在这5个好的见证当中呢，那个主任可不可以帮我按一下？好，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第一个信心顺服的典范，这边我列举2位第一个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虽然他经过极大的考验，但是他仍然坚定不偏移来信靠神，而且他坚定的相信神要给他的应许，神说要给他的这个子孙子民呢，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虽然神要他带着他的唯一的独生儿子以撒要上山献祭，但亚伯拉罕他仍然顺服，他仍然相信神。这就是我们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美好的见证。第2位就是挪亚，在道德败坏的时代，我们看到他仍然持守正直，按照神的吩咐，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去做，建造方舟，在逆境当中，他仍然信心坚定。
所以神保全他们一家。好，第二个我们刚刚所讲的品格正直的表现，在这当中有美好见证的列举2位。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约瑟，他被卖为奴，卖到埃及去，而且被怎样？被诬陷，然后进入到监牢，但他始终是忠心正直，他并没有这样子就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在逆境当中，他仰望神继续来带领他，所以他明白神给他，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最终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不但他救了埃及当时受饥荒的这些人民，也救了在以色列当中他的父亲雅各一家。第二位就是但以理，我们看到他在外邦的国中，他一样坚持他自己的信仰，不向王来妥协，甚至他面对这个狮子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仍然忠心于神，他秉持着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这2位他品格正直的展现，成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来学习。第3个就是我们所看到大卫，他因为他犯罪，他悔改心志的转变。虽然他犯错，我们所看到并不是每一位圣经人物他都是正直端庄，所有的行为都是好的。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认罪，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愿意真诚的悔改。所以这也让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不经意的犯罪，得罪神，得罪人。我们要学习大卫，愿意悔改来归向神，跟神再一次来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也是成为一个好的见证。第4个，谦卑忠心的服事。我们看到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整个过程本来是40天可以走到那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却走了40年。但是他仍然怎样？忍耐、谦卑、忠心，背负着领导与及传承之使命。虽然最终他没有走进那牛奶与蜜的迦南地，但他的传承、他的领导，让那些可以进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最终在那边能够有美好的这个生活，来见证神的荣耀。另外一位就是撒母耳，我们看到他从小就开始来服侍神，他谦卑忠心于神，而且被百姓来信任，他一生也持守信仰，忠心到底。这也是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值得我们来学习。最后，基督福音的传扬，我们所看到第一位代表人物就是使徒保罗，他从逼迫基督徒转变成为传福音的使徒，这是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因为他被神的光来光照，生命被神来翻转。我想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兄姐，他们曾经见证他是如何被神来光照，如何从过去不堪的一个人，成为神要重用的人。保罗他一生对福音有很大的使命感，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学习到保罗他美好的一个见证。另外一位就是彼得，基督耶稣他所交付大使命的一个重要磐石，他刚强壮胆，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他也成为教会重要的领袖。这5个，特
特质我们所看到圣经当中的这些人物呢，他们都有美好的见证。我相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这样子美好的见证。所以最终的结论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见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见证。另外，基督徒的生命也要成为见证。阿们吗？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周遭的人，很多非基督徒都看得到。另外，基督徒的人生要时常来见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有让每一区每一个小组来祷告见证会，来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啊。所以在这边我们今天有3位弟兄姐妹要来到我们当中来做见证。那华2区呢，我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牧区长老是嘉生长老，在这当中有2位区长，一位是如山长老，一位就是我本人。那我们有4位小组长，分别有右配小组、思语小组、好土小组，还有荣恩小组哈。那就是右配执事，思语小组长，还有瑞哲小组长以及荣恩小组长，这4位小组长。好，那么今天我们第1位呢，要邀请思语小组的志鹏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哈，我们掌声来听他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想要大家分享一段我生命中一段很深的经历，培养一下情绪准备掉到回忆中。话说我们前年的5月22日，我在云南昆明发生了一场意外。那天晚上，我从高处坠落，造成右肩锁骨断裂，还断了11根肋骨，就被送到昆明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以后，医生判定情况非常的严重，甚至还发出了病危通知。原来评估他是需要做开刀的治疗，其实在那一刻我是非常的害怕，我也深深感受到我们人自己的脆弱。但是很奇妙的是，我身体虽然非常的疼痛，但我心里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好像神是在对我说：“我在这里，我不会撇下你。”后来医生又再重新评估，竟然决定不用开刀了，他改用自然疗法，让骨头来慢慢的愈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恩典，让我看到，在人看来的绝路当中，是神亲自为我开出了一条路来。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要从昆明平安的回到台湾？因为伤势严重，我没有办法自己搭飞机，所以启动了人寿保险的急难救助。因为国际救难组织也派了医生和护理师到昆明来接我，但是这个过程中困难重重。当地医院他不愿意开搭机的适航证明，那昆明也没有直飞台湾的班机，这一切都好像又被卡住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真实的我在问神说：“主啊，我真的能够平安的回去吗？”但是我感谢主的预备，真的是超过我所想的。后来台湾的医院愿意帮忙开适航证明，并且安排我从昆明搭救护车长途转送到成都，再从成都搭机返台。从昆明到成都大约有900公里。90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900公里大概就是台湾环岛1周。当天天气也不是很好，
还在下雨。对一个全身多处骨头断裂的人来说，这每一段路都很不容易，而且是充满了风险。但是很奇妙的是，这900公里的路程非常的平安，没有遇到任何的突发状况，没有塞车，没有意外。在那900公里的车程里，我是一面忍着疼痛，我一面在默默的在祷告，可我心里很踏实，因为我知道是神亲自带我回去。当我平安的回到台湾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很深的一个感受：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赐平安的主。他不只是在教会里和我们同在，他是在医院里，在救护车上，在飞机上，甚至在每一个我们看不到出路的困境中，他都亲自掌权，亲自带领。正如约翰福音14章27节所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段话对我来说，已经就不再是抽象的经文了，而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在这段经历中呢，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困难中专注仰望神，他就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把平安带给我们。今天我把这段见证献给神，也献给大家。如果你正在面临病痛、意外，或是前路不明，我鼓励你可以试着向主祷告，相信他是赐平安的神。也许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是在他的平安里，我们的心仍然可以被他的平安所充满。最后，我要谢谢松会长老和长老娘来代表牧师以及教会到昆明来探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谢谢弟兄姐妹的代祷，谢谢大家。感谢主。那么在志鹏弟兄，我们都看到他过去在教会里面是神忠心的仆人，他担任过执事、小组长。虽然他现在已经退任了，但神继续在使用他。像今天他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鼓励了很多弟兄姐妹在面对困境一样可以借由神，从神那边得到平安。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一样是思语小组的慈雅执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掌声来鼓励他生命美好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主是如何打破我的信仰舒适圈，让我从一个只会享受恩典的人，变成一个渴望被他使用的器皿。坦白说，感谢主的怜悯，我在俗世的生活一直过得非常顺遂，无论是工作或是生活，上帝的恩典总是满满的跟着我。但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却像是一个拿了好处就走的人。我享受上帝给我的平安，却很少想到这平安背后的使命。我信主受洗了，但我却没有因为这些恩典生出传福音的火热。过去我觉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受洗，就像是拿到了一张免死金牌，天国的入场券，从此高枕无忧。但最近每天固定的读经，每周和弟兄姐妹小组分享，看着信仰如此扎根在他们的生活中、思想里，主开启了我的眼光，让我看见受洗不是终点，而是生命的起点。信仰不该只是静止的状态，而是持续成长的过程。我开始体会到，我需要每天吃喝主的话语，就像身体需要食物才能长大，灵命也需要圣经的喂养。我开始每天读经，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让神的话进到我的生命里，受教育，长大成熟。我意识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须长进责任里。上帝救赎我们，不只是要我们上天堂，更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承担起容神一人的责任。
这内心的转变也带进了我的日常生活中。我现在不再隐藏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因为我明白我的言行举止就是福音最直接的广告。我开始在意未信者会不会因为我的工作态度、待人接物而对基督信仰产生好的印象，还是会因此绊倒。我希望我的生命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我不希望人家说他是基督徒，怎么跟我们没什么两样。相反的，我渴望活出一种吸引人的生命，让身边的人看到我里面的平安与正直，进而想认识我背后的那位主。以前我不太在乎别人信不信神，总觉得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最近主把一份负担放在我的心里，特别是针对我的家族。今年清明节在南投民间乡公墓，堂哥堂姐们要我接下我爸立志长老的角色，负责代理追思感恩祷告，说他们已经脱离信仰生活太久了，在我们这辈中，也就我最有可能接下这个棒子。我开始在乎他们的信仰能不能传承到下一代。我意识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不站出来见证主，那这份最宝贵的产业可能就在我们手中断了。这让我感到一种紧迫感，也让我看见了自己欠了福音的债。既然我领受了这么多顺遂与恩典，我就不能再保持沉默。现在我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为主所用。我不再只是满足于坐在教堂里，我渴望能引人归主。我想要有一天能够陪人读圣经，陪伴那些渴慕真理的人一起在神的话语中长大。求主帮助我，让我不只是一个名字在名册上的基督徒，而是一个能够容神一人，将生命活在使命里的得胜者。愿主兴起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福音的出口。感谢主，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哈，我们也谢谢慈雅执事他美好的见证哈。我在看到他这个大纲的时候，看到第5点啊，我愿意成为那被差遣的人哈，这真的是我们在一生当中都要学习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好，那感谢慈雅执事他今天的一个分享，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好，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忘记神，忽略了神？神可能在点名我们，好，在叫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在意，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一起去学习的，要回应神。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第3位是幼配小组的江志雄弟兄，我们一起来听他生命的见证。好。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我很少在讲台上讲话，可能有点紧张，口条不是很好，大家多包涵一下。我前年退休之后，就觉得哇，退休还不错，那我就先2年来休息到世界各国去走一走，看一看世界因为平常上班30多年，快40年了，那应该这2年期间呢，好好走走看看该吃吃，该喝喝，应该很轻松。那也想说2年之后，如果在家一个人太无聊，那就去找个比较没有压力的工作做，或是比较轻松的去打个工让自己不要跟社会脱节，变成老人痴呆那种感觉。那结果去年9月呢，我姐夫就常常邀请我说那你来山上来一起爬山帮我耕种做一些有机蔬菜的工作。我说好很 OK 锻炼身体嘛。那就去帮他做也玩得很开心大家一起煮饭吃饭聊天泡咖啡这样。那结果呢，那去年9月的时候他们要跟那个刨土耕地嘛
啊，那个耕土机他就教我怎么样前进后退，啊，就交给我。那我也觉得说，这很简单嘛，就前进后退嘛。啊，那哪知道跟了20分钟之后，后退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机械有那个机械的惯例，我不熟悉，我也从来没有操纵过那种机械。那结果倒车的时候，刚好我后面有那个凤梨田埂，又穿新的那个雨鞋，不是很习惯。那后退的时候，它耕田机前面是很重，后面就会往那个手把的时候就会往前面翘，那2、3秒就打到脚，就砍进去，我整个人就跌倒，血就开始喷。我说完了，今天应该是我人生最后一天的。那个血喷到整个地都是湿掉了。那我姐夫就好紧张眼泪都快掉下来。我姐在那边哭，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为我担心，真的很不好意思是我不好你们不要烦恼这样。他就打电话，那我就想完蛋了，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我应该跑不过了。我想说，那主你要带我走的话，要赶快带我走，我很怕痛，我很怕不舒服，我真的做不大你莫看我那一张176我是没啥大了那后来救护车很久才来，那个机械又拆不下来，又叫那个消防队的又来拆。那个刀片是两罐一罐里面都好几片刀片，砍进去大概有6公分，那个伤痕大概有15公分长，拔不出来。那个救护的人员说：“阿伯，你快进来我豆豆给你捋落出来，好不？”我讲好，我无法度那捋出来之后，我有祷告嘛，说主你要带我走就快一点，不要让我拖太久，这样我会受不了。拔出来之后血停了，没有再流了。那我想说，那应该是没有动到很严重的伤害。那我想说，那应该主还不要我走。那结果送到医院，那个颠簸从山区到那个龙潭，我都快吐了，真的是受不了。到那边也不是马上就要给你手术，要住2天。那2天呢，我就听隔壁床的说，他们附近的邻居有人因为这样截肢啦，或是败血症死掉啦，怎样？我听了我就好，不听还没事，一听的话整个人就乱掉，那个情绪跟什么自己会给自己加很多戏嘛，你知道吗？就很难过那我想说那怎么办？后来就想到说平常都有参加读经，还有来教会好几任的牧师都有教导我们说，你遇到事情不要担忧，把事情交给上帝，交给主耶稣，求他的医治，求他的带领。那我就想说对，我应该要这样做，不要给自己找很多很不必要的麻烦，给自己负担，我会承受不了。我就祷告，真的祷告。那后来第一时间，佑佩他有刚好传讯息来说要找我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出事了，我躺在医院。我就跟他讲，传照片给他看，他说哇这么严重他有跟家生长老讲，家生长老也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来安慰。那后来陆陆续续教会很多我知道的很多小组还有朋友都有打电话来，或是帮我做医治祷告，真的非常感谢。没有这些祷告，没有这些信心，没有教会的教导，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他们大家的陪伴，给我的很多那个爱，我真的是不知道未来是能不能走出来啦还有就是说那种担心会不会击垮我自己那很多真的，因为我都不知道说这到时候会不会变败血症或者怎样，要不要截肢我都不知道。那后来开刀之后那些顺利那真的是很顺利我觉得那个祷告力量真的很大。那个医生每次我去回诊，他就说你是阿伯呢，65岁呢你咧复原的速度敢若袂歹真好照 X 光那个骨头断掉都恢复的连得很快我讲这感谢主，我的感谢讲感谢主。我跟还有很多教会的好朋友好姐妹都为我这样祷告，我觉得这是神的力量都是在医治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有这个信仰，真的觉得很感恩我觉得
有这个信仰真好，因为我以前是那种传统的一般拿香拜拜，也没有说很认真在拜拜的但是像我们拜拜的人，你到庙里面拜，没有人会跟你关心。跟你有互动，跟你有什么？我帮你祷告好不好？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大家会关心。那个传统信仰是没有这部分。那来教会的话，我就觉得说，每次来唱诗歌也唱得很开心跟大家有兄弟姐妹有在那边聊天，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真的教会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那我也想说，透过这次的自己的受伤的这部分。我也学到说，这是神教我一件事，就是说要依靠他，要信赖他，把自己所有的那个担忧、烦恼交托给他。代志来拄到没法度我就去面对。除了透过祷告，我也蛮聪明的啦。所谓的聪明，就是说只要有长老啦、教会的朋友啦，或者说传道啦什么啦，他们有跟我聊到什么，就拜托帮我做一次祷告好不好？这个都是力量的累积这都是神加诸在所有的力量，在我身上发生那种医治的奇迹。那就像我有一次在联心医院做复健的时候，碰到庐山长老我也是拜托他帮我做祷告，因为他带他妈妈去做复健嘛他很热情很开心。这样我就觉得说虽然你无法度行，你轻行一个就跳到下安尼到现在半年多，恢复的差不多90多以上了。那很感谢现在中立教会的一个女性姐妹帮我介绍一个工作，在那个学校当校警那我边上班也边复健那也跟人家社会有在互动要保持头脑比较清醒，这样的，较无迄款老人型我觉得说，真的信仰太棒了真的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个福音跟我同事新的同事、新的朋友跟他们讲。那我家人也见证说，志勇，你知道你安尼我感觉恁教会的人袂歹呢，真好呢。像苏清长老，还有那个嘉生长老，还有牧师，也有到我姐夫家去探望也为我们做祷告。他们离开之后，我姐夫说：“恁这教会足好的。”我讲：“嘿你有兴趣无？看要来阮教会，我拨时间陪你。”讲：“毋过我去我嘛毋知影呢，我考虑看卖。”我讲：“好啦。”我讲上帝会等你啦，有时间你就来跟我熟悉一下，这是足好的信用啦。我家己有经历过，还有以前我抽烟戒不掉，怎么戒到那个都已经去线落地嘛是改不掉，太软弱了，没办法。后来就也是透过大家为我祷告抽烟抽那么久，后来我10年前来教会没多久，我就戒掉了。不然我刚来的时候，偶尔还会受不了，还抽一口烟那个姐妹说：“志雄，你都抽烟我说：“没有我刚有因为我还在否认。可是那个没有抽烟的人一闻你身上就是有烟味，就知道你有偷抽烟了。我就讲刚有，你讲那边要这边黑的，我真的怎么戒就戒不掉。后来就是祷告拜托小主人为我祷告，戒掉了，就这样子。好，谢谢大家。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也是赐平安的神我们看到志雄兄他非常有信心即使遇到这种患难他一样靠着神能够得胜那么弟兄姐妹们，听完了我们3位兄姐们的见证呢，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也愿意刚强壮胆，有一天你要来为主做见证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的祷告见证会，主，我们看到我们所敬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经历了神你的恩典，虽然遇到困苦，遇到患难，但神你永不离弃，你永远会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借由这
这些事迹，我们能够来分享，让更多还没认识主你的，能够来听到主你奇妙的作为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让他们生命有盼望，让他们的一生当中都能够继续来跟随主。所以请求你来带领我们教会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美好生命的见证，愿意在众人跟神的面前来传扬见证主你的名。主，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来，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唱首回应诗歌《祷告的殿》。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新生命充满我心。小组员能够彼此互动，连结于主，蒙神恩典保守看顾。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华二区来祷告。感谢赞美你，恳请求主你来带领。
南教会的牧区，有台语的牧区、华语的牧区。神，你亲自来充满在这些牧区的长老、区长、小组长以及所有小组员的身上，让神你的恩典赐福降临在他们当中，能够继续来牧养主你的羊群，成为荣神一人的教会。主，在这个时刻，我们要为华2区来祷告。主，我们愿意站出来为主你来做见证，也求神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赐福在我们的小组员，让每位小组员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壮，每天每一日的行程都得到神你恩典赐福，平安顺利。所以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的小组员都能够恒切的在主里面来圣经共读，读神你的话语，因为有主你的灵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得到平安喜乐与盼望。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每天的圣经共读，主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小组员每天从神你那里来支取能力，灵命能够得到增长，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位得胜的基督徒，来见证主你的名。主，也求神你来带领我们牧区的长老、区长、小组长，都满有主你的恩膏，有主你的智慧与能力。主，你天天赐福，将你的恩典赐下，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带领我们的小组员，带领我们的羊群。主，求主你特别来看顾那些没有稳定来聚会的小组员，还有急在人不在的这些小组员。主，在我们继续来邀请他们回来主你的教会的时候，主你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让这些久久没有回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愿意来归向主，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服侍你。所以请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回应神，愿意对神说，主，我在这里，请你来差遣我，能够成为神你所重用的器皿。主，谢谢你，也看顾我们在6月27我们牧区的联合聚会，神你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出外能够在神你恩典眷顾之下彼此来连结，能够有美好的互动，愿意来分享主你在他们身上美好的作为。所以请求你带领，让我们在当天的天气、我们的交通、我们所有的一切预备，神你都来带领保守，让我们从牧区的长老、区长、小组长到我们的小组员，都能够连结于主，能够成为主你的肢体，在教会当中来服侍你。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将华2区恭敬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保守。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来，我们都起来，圣洁的敬拜会后诗。燃烧我们的心，来行走这地，带着祷告宣告盼望。生命，心中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到这边，我们彼此请安，彼此来祝福。